夫人，干嘛呢？夫君，齐郡主差人送信来，约我去西山风河看地。看地？怎么又看地呀？皇上不是刚封了500亩吗？夫君，这娘们儿天生就是地主婆的料，听见有卖地的，比见着妈都亲。夫君，好，好，好，去吧，去吧，买不买自己看着办。谢谢夫君。哎，饭呢？都收了，我吃什么呀？兄弟，你的马，我是故意的，没事，他自己会回来。哎，咋不跟我比武了？没放在眼里。你小子口气不小啊！不是对手。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？啊，谁说的？是不是儿女？那咱们比武。我们程家的绝学，一打起来，没2、3个时辰那是收不了的。我找子豪有点急事儿，回头我再收拾你啊！别跑啊，等着。你活得真累。哎，嫂夫人，你这是要出去啊？啊，齐郡主约我去风河观景。齐郡主？啊，我找子豪有点事儿。啊，您自便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啊，下回带上我。德昭兄，哎，今天是来找我演习算术啊，还是讨教兵法呀？莫问了，有好戏。好戏？什么好戏？哎呀，你别问，赶紧走。什么好戏啊？哎，不是我老成吹牛啊！多亏我有一双慧眼啊，要不然大唐朝岂有如此好的爆肝啊！我要想着将来把这个火器放到疆场上，什么大阎王，什么小鬼啊，就没有打不败的敌兵。哈哈，到那个时候，我大唐之师就是无敌之师，我程咬金就是了不起的英雄。哎，行了，老程，别咋咋呼呼的，不就是个破爆杆吗？它能有多大动静啊？你不知道，这东西玩火，威力可大了。实验了再说，我们自己会看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到时把我耳朵捂住了啊，别把你们炸聋了。走。哎，不是，我靠！哎，你干啥？你催命啊？到底干嘛去？你也不说明白。工部正在试验你新发明的爆杆，请了沙场老将来观摩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沙场老将。那火药是你发明的呀，是吧？本来要第一个邀请你，可这回等级高，4品以上才成。子豪兄嘛，那是当然不够了哈。不过小弟够，我又是你的学生嘛，老师带自己的学生去参观自己的作品，这天经地义嘛。这问题是我不想去啊。你别装了，这么大场面，谁不想见识见识？可我没装，我他妈真不想去。行了，别想多了啊！你不会给我添麻烦的。我是怕你给我添麻烦，好吧？走。哎，来！哎，我好看好，你们都来了吗？这是吧？站住！你们后退。麻烦。来，我是程老公爷的孙子，这是个王小侯爷啊。那大爆杆就是他发明的，厉害吧？我们先进去看看啊。你可以进，他不行。哎，太好了，谢谢军爷。那德昭兄，我先回了啊。还没操练，老爹是工部尚书，有门啊。拜见两位大哥啊！你小子，调这儿来了啊！不瞒大哥，倚仗老爹的权利才过来的，比右武卫里清闲些。是，我们俩现在要进去，你看着办，要不然你就选个死法。别呀，大哥，子豪兄，您知道这
这今天来的可都是大人物啊，这万一捅了娄子，小弟可就万劫不复了。是啊，可就万劫不复了呀！我就不逼他了，要逼你逼吧。那你说的，你小子找死是不是？我们能不能进去，还不是你老爹一句话。成，那我就跟爹说说啊，这万一不成，那也是我爹的事儿啊。程大哥可千万别打我。那我打你爹，好吧？跟你开玩笑的，只要你尽心办事，我绝不为难你啊！啊，行，是。等着吧，你们，这可是好的事儿。曹伯伯，您多通融了得。王贤之，随我来。去哪儿啊？王贤之啊，方才人多眼杂，不便声张，王贤之不要见怪。不怪，谢谢通融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哎，走后门这种事儿啊，本官还是第一次做。真的，颇有些紧张啊！一回生两回熟嘛。我才不信。哎呀，和犬子年龄相仿，却高出了一头。不愧是程老公爷的好孙子，竟这般威武。我爷爷谢谢伯伯过奖。法号曾敖嘛。走吧，看报杆。程老不死的，这就是老王家的孙子啊！是，哎，子豪，过来。哎，程爷爷。认识老夫不？面熟。才几岁的娃子，你说你眼睛都长头顶了，李记爷爷你都认不出来了？不看你是老王家的孙子，我今儿活活踢死你！行了，你个老棺材瓤子，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呢？这孩子去年生了一场重病，如今呢已经痊愈了。不过呢，你要是再把他踢傻了，你死之后有何面目去黄泉见我们的老友啊？嘿，子豪啊，这老东西啊，在军营里待野了，他的脚啊没轻没重没深没浅，没踢疼吧？不疼。没关系，那个老爷子踢的是，怪我不长记性。哎，过来，跟我一块看这个报杆啊！来。点火！哎呀，好啊，怎么样？老不死的，骨头都炸酥了吧？曹尚书，你老不死的，你诚心安排这么近的距离，要出老子的丑是不是？老将军恕罪，这么大的威力，卑职实在没有料到啊！这么大的家伙，还不把敌军的屎尿都炸飞上天啊！王贤侄啊，你可真是个天才呀！有了这种炮杆，我们大唐的江山那是坚如磐石。你小子的功劳啊，比起我们这些老家伙，也差不到哪儿去了。不敢当。说的太对了，他聪明啊，不但创造大玩意儿、小玩意儿，他呀深得武穆遗书之真传，精通绝世之兵法呀。兵法兵法，他也精通。当然啦，比如说马上步下、斗隐埋伏、水浒聊斋、三国演义，他全都知道。哦，小子，那你今天就给我们这老家伙讲讲什么是三国演义呀？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嘛，它就是魏蜀吴这三个国家，他演了这么一出戏。出口不凡呐，了不起呀！知道了不起。哎呀，娶媳妇了吗？要是没娶的话，我有6个孙女，你随便挑拣。娶了娶了几个？2。才他妈的俩呀！你说你们老王家这么好的种，靠2个媳妇能留几个后啊？够了。
小直身子虚，2个都多了。梁伯，文贤之，这是工部的腰牌，您呀，以后要常来指导指导。不敢，免了。以后呢，有什么事儿，就找程旭。我把我的本事都传给他了。烈士1、2。烈士。夫人，成交了。630亩，全都是熟田。夫人，真是英明啊！夫君，你真的买地了？买了630亩呢。小侯爷，夫人真是英明无比呀！就这还英明？买的是多了一些，不过都是熟田，光……哎，行了，管他生田还是熟田，既然买了，就当孝敬土地爷了吧。夫君，是不是怪妾身乱花钱了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呢？钱赚了不就是要花的吗？只要夫人花得开心就好了。那夫君不开心，妾身哪开心得起来啊？没有啊，我很开心啊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那你也早些休息吧。走。走。你要的水桶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二娘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误会什么？我和栓子什么都没有。怎么还没有？什么意思呀？我希望你有。可我没有，你为啥没有？因为我心里只有你啊。栓子是因为我那天看着他可怜，所以我就随便安慰了他一下，结果他给误会了，就送我这样那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姑娘，气了吧？哎，二娘子，我干定你了，我就认准你了。小侯爷，坏了！你怎么跑后院来了？有事不会打电话呀？哎呦，顾不上那些了。昨日夫人买的地出问题了。出什么问题了？哎呦，不知谁家有那么大势力，花大价钱把地给抢走了。抢走了？啊，那抢走就别买了呗。可是后来夫人和齐郡主一商量，又买了更远的地，离咱们府上足足有50里地呢。什么？花了半柜子钱不说，还买了那么远的地，这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？不过那地倒是上好的地，再好顶个屁用啊！把夫人叫来，我要她速来见我。哎，小侯爷，夫人说她正在忙，请小侯爷多等会儿。这么嚣张吗？钱花了半柜子就不说了，如今人我还见不着了，难道还让我亲自去叫他不成？再去叫！啊！小侯爷，夫人她请您过前院一趟。行，真行，等我亲自去收拾他时，把我的佩刀给我拿来。啊！夫君，这么热的天，穿这么多。夫人，你找我呀？不是夫君找妾身吗？你知道我找你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这儿忙呢。忙什么呀？
陈宣颖，我问你，买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跟我商量，你把家里好不容易攒的钱都花光了，你知道吗？夫君，这钱花光了还可以再赚，但这地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。夫君莫怄气，妾身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求我呀？求求你了，夫君。限你3天时间把这块地给我腾出来。家里不缺吃不缺喝的，你要那么多地干嘛？买地置业又不是坏事儿。那你买那么远，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哎呀，妾身不怕麻烦。你不怕，我怕。明天我就去那块地看看，实在不行就让佃户们自己选个人管理，我是不管。那怎么行？地不要了都不能这么胡来。夫君不想要就算了，大不了转让出去，想要的人多了去了。我是一点要这块破地的心思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块地要是转让不出去，咱们就一把火烧了，省着糟心。瞧这势头不太对呀，弄不好要吵起来了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千万别像去年似的，给小慧找出个好歹来。老天爷保佑，让夫人和夫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好啊，烧，有本事就烧，像云家那样烧他个一了百了。好啊，烧！来，你给我拿着，点火，你就拿着扇子一直扇，把这房子都烧了。到时候我告诉你就出去打地铺去，撒泼，我他妈还就不怕耍无赖的。你还有什么招没使出来？来，上吊是吧？够长吗？不够长，再接上一节，挂房梁上吊死。美死你！死了还不随了你的意？大的小的一股脑的往回领。我跟你这后爷当腻了，你专门当驸马呢你？对，我他妈就想当驸马。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是吧？嫌我啰嗦，碍着你快活了是吧？王子豪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良心让狗吃了，怎么着吧？夫君，你别跟夫人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啊，辛辛苦苦赚的银子，被他一口气就给我糟光了。你说要是吃了喝了也就算了，跑那么大老远买那块破地有什么用？朝廷现在管那么严，他要想种点什么经济作物，肯定得罚款；种点果树就得吃官司；要想盖楼房、搞风景区，那更是不可能啊。所以这钱亏定了。夫君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你。就给你家公主腾地儿去。哎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就吵个嘴而已，又没把你怎么着，差不多行了啊！再哭就没意思了。你这会儿没意思了，吊死我的时候有意思。
咱们俩先商量个正事，行不行？商量完了，你愿意吵，我陪你吵。什么是正事？休妻是吗？妾身帮你代笔啊！你别乱想了，我又不是负心汉，吵个嘴还至于休妻啊？刚才让你气的，都把我气出主意来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给你倒点水，喝点水顺顺气儿。咱们俩好好商量商量那块地怎么安置啊！哎，夫人。二夫人还吵吗？正哄呢。佛菩萨保佑，佛菩萨保佑，小侯爷再也不能出事了。你再去看看。那咱家不是亏大发了？按照夫君的说法，这棉花种成了，织布纺线的手艺算谁的？咱家还是朝廷？当然算是咱们家的了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利润不会少的。而且就算不成功的话，那块地不还有朝廷帮咱们养着呢吗？既省了力气，又占了便宜，这不正合夫人的意思吗？夫君的本事，凭什么让朝廷占了便宜？这棉花要种，手艺更得保密。人生无常，我在那个储蓄所里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浑浑噩噩，窝窝囊囊，什么时候这么潇洒自如啊？到了这大唐，居然价钱看涨了。作为火药的始作俑者，大唐一众老将对王子豪喜爱有加。本来心情很愉快的子豪，回到家之后，却因为雪影买地的事情跟雪影爆吵了一架。下一集里呢，花样百出的美食让王家厨子的身价水涨船高。怎么样？大家对这菜还满意吧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这在宫里都没吃过这么多花样。今日啊，还真是开了眼界。